那家己烦恼是种真侪起啊，目前等得大出。农民是甲已经9分的，赶紧拢慢慢落来。嘛，昨昏风台天，嘛趁较无风雨的时，赶紧去抢收，希望会当减少损失。种起啊的农民趁风雨无大，风台天嘛赶紧咧收树啊顶面的枝啊。番路乡的农民讲，即阵啊是枝啊大出的时间，惊风台尾的风雨会造成损失，也是把握时间会当收偌济就算偌济。要赶紧抢收啊！啊无抢收，这鱼啊爬拢害啊！风台要来，你嘛无可奈何啦。无好嘛袂办理啊，也袂当慢倒放啊。为9月开始一直到11月，是家己县番路乡枝啊采收的期间。番路农会就讲，今年枝啊品质绩效拢袂歹。虽然目前风台对家己的影响有限，不过农民惊风台尾会有损失，也是甲会当收的枝啊赶紧慢落来。这个鱼啊吼，因为地势较悬啊，排水嘛拢真好，所以讲水阮较唔惊，但是上惊就是风台。是指在去年、前年，因为气候关系，产量是非常不足。所以我们去年市值的价钱就不错。那今年整个产量是趋于稳定，但是也没有因为说产量足够哈，价钱不好。我们今年价钱还是非常好。基隆讲，今年枝啊咧大的时阵，无啥受到天气的影响，所以今年的品质真好。虽然目前风台直接也袂造成啥物较大的灾情，不过大家也是爱做一寡准备，时到才袂真正袂负反应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